4月16號生日嘅朋友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心靈健康。你亦都係一個意念創造實相嘅人嚟嘅，有好多嘢咧諗完之後咧就會成真，好中意接任務咧去完成target。你中意獨處，中意自己一個人，但係個人咧好和善同埋親密，自尊心強，討厭一啲唔和諧同埋唔合群嘅人。留意下咧，你嘅直覺其實好準，你會怕去探索一啲未知嘅世界啊，一啲你見唔到嘅恐懼啊，呢一方面咧有啲卻步。如果唔係咧，去涉獵身心靈嘅嘢咧係對你有好處嘅。而我所指肉眼見唔到嘅嘢，包括鬼啦、細菌啦，呢一啲你見唔到嘅嘢咧，你都會覺得比較驚嘅。而感情方面咧，你好愛對方，但係唔識得表達，好多時咧都會自己逞強同埋發脾氣。當你覺得對方唔明白你嘅時候咧，就會將你自己嘅諗法加喺對方身上。你都係唔明白我嘅，你都係唔愛我嘅。而性呢一樣嘢亦都係啦，你好兩面性啊，一時咧就好主動，一時咧就好被動。咁好睇你嘅伴侶咧，你嘅伴侶係好重要，到底佢適唔適應到你呢？而財運同埋事業方面又係點呢？你係一個好腳踏實地嘅人，所有嘅財富咧都係慢慢累積而成嘅，好得意喎！你會提少少嘅財運嘅喎。當你有困難嘅時候咧，嗰筆嘅資金咧就會喺你生命上面出現啦。喺工作方面咧，有好多人哋唔想做嘅嘢咧，你都可以接手，你都會覺得 OK 喎。而你嘅人生課題係啲咩呢？缺乏自信，太過介意人哋點樣睇自己，同對方表達你相信對方會明白同埋接受，而唔係用情緒啊同埋脾氣咁樣去主導，令件事變得差咗啊！咁好好咁樣去學習，平復翻自己嘅情緒。